台灣和印度在2024年4月簽署勞工合作備忘錄，勞動部長洪申翰近日也表示，頭一批1000名印度移工上緊今年底會來到台灣引起討論。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就呼籲講，在咧現有制度無改善進前，反對印度移工來台灣。今仔日在咧議會提案，要求行政院長杜英泰帶相關部會成專案報告。啊，那另外部分伊是表示講歡迎專業討論。不過，這工總的理事長是認為講，這產業實際上的需求，建議政府就要先調查好清楚。勞動部進前講，根據台灣甲印度簽署的 MOU， 頭一批1000個印度移工上緊今年底引進，引起民眾的關心。在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人數要求隨停止引進計劃，已經超過4萬人赴議。中央政府表示會好好評估加管控。不過，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也是提案，要求行政院長帶相關部會，針對槍支甲配套到國會報告，專案照條約共識，直接交付日後協商。現在的逃逸的外勞將近10萬人。如何管理？到現在我們的政府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對策？到現在都莫衷一是。那要開放新的這樣的一個大批的一個外勞進來，我們的國家是否準備好了？必須讓全國國人能夠來了解。只要是重要的國家政策，只要涉及產業、涉及人民，該專案報告，執政團隊都支持。立營表態，樂見理性討論。國民黨團的3點主張，包括即賣制度還未改善前，反對印度移工來台，認為行政院應該說明完整的政策動機加產業需求。最後，佇9.3萬逃走移工問題還未有效解決前，未使隨便擴大移工來源國。就連地方民代嘛表達煩惱。傳產的那個公司很多都引進很多這一些外籍移工，他們騎個電動車，發生了車禍就逃逸不見。毒駕啦、酒駕啦，這一些問題，能不能說，那我們就拒絕印度移工來我們高雄市工作，可以嗎？高雄市議會的態度我們會跟勞動部來反映的。第產業院工總理事長潘俊盈感覺，產業的發展確實是需要人的協作，若無會影響企業的營運甲競爭力，甚至出現有工作煞無人通做的情形。希望能開放，盡量能滿足產業的需求，也不必要太過量。要去評估整個產業所需的大概多少，應該調查每個產業的類別他們的需求。勞動部講，是不是引進需要兩個前提，包括企業對印度移工的需求，也加印度方面的執行方案，是不是有法度符合咱方的要求甲管控。強調無法度達成這兩個關鍵，都未引進，更較無時間表的問題。記者採訪報道。